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感谢伊带领咱经过一礼拜。伫一礼拜当中啊，咱经历到上帝的同在，赐托咱一切使用，伫属灵顶面，交物质顶面的供应，互咱一无所缺。咱感谢主，但是咱也毋通袂记得，怀伫社会顶面有真侪人，也搁伫病痛当中，伫医院当中，有伫厝内咧治疗，求上帝甲因同在，医治因。求主也互咱常常为因来祈祷，求神伫即个时代，伫极困难的当中，因心灵内面来呼求上帝，因为凡若是呼求上帝的人，必然得救。咱求主伫即个世代，做神的儿女基督徒，来发挥了盐甲光的功效。咱即个时刹甲来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来到你面头前来敬拜你的时节，特别阮即个时来处理即个时代最伫可怕、痛苦、黑暗的时代，真侪人的心灵真低落、惧怕、忧愁，因为被这个疫情所困，因的生活无着落，求上帝你怜悯，阮为因来祈祷，怀伫病痛当中的，求主你亲自来医治，互伊早日恢复身体健康，互人过着正常的生活，交这个商业、这个生理的代志。求主你帮赞因，也互阮伫这段的时间当中，思想到生命的问题。阮知影，伫这个世代当中，有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独生囝生赐予因，叫一切信靠伊的人，无至到灭亡，反倒当得到永生。土地痛苦当中的人，劳苦悲痛担的人，来到主的面头前，来接受主耶稣做因的救主，伊甲因一家拢会得救。因为人活伫这个世界，无管伊生活怎样会富裕，但是拢是暂时的，一日啊，拢要离开，要面对迄个公义、圣洁的上帝的审判。阮伫迄个所在。你怎样来过迄个永远呢？是永远的甲上帝同在，还是永远的伫迄个地狱内面受苦？求上帝，你叫醒人的心，好叫因来祈求耶和华上帝。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你们背负罪担困倦我命，让耶稣进入你心中。你们时刻牧养的新生命，让耶稣进入你心中。现在不要再怀疑，现在不要再推辞。因此叹息，让耶稣进入你心中。
天中，让耶稣进入你心中。现在不要再怀疑，现在不要再推辞，现在将心门敞开，让耶稣进入你心怀。你若要同得属生命的手，让耶稣进入你心中。若要进入天上安的名后，让耶稣进入你心中。现在不要再怀疑，现在不要再推辞，现在将心门敞开，让耶稣进入你心各位兄弟姊妹，咱这礼拜所要讲的题目就是迷失的世代 （The Lost Generations）。伫这个世界中啊，每一个人拢有经历到伫伊的生命当中啊，经历到有黑暗的时期甲痛苦的时期。每一个国家也是有经历到因国家当中最黑暗、最痛苦的时期。伫这个痛苦甲黑暗的当中啊，人应该要好好来反省家己因的作为、因的为人、因的对上帝的态度。也着来到上帝面头前，认罪悔改，改过自新，来仰望上帝的帮助。这个人才有法通得到拯救，才做这个新造的人，来永远享受上帝所要赐予因的福气。对于这个国家来讲，因也是着好好的来反省家己。求上帝的帮助，整个民族的悔改归向上帝，才有法通有这个复兴的可能，也有法通迎神悦人，望上帝的悦纳。咱知影伫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曾经有个黑暗的时代。经历到这个痛苦的日子，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讲的这个士师的时代。士就是这个战士的士，师是老师的师这个士师时代记载伫圣经当中的第7本册。叫做士师记，这士师记也就是记载以色列人黑暗甲痛苦的时期。那么这个士师记呢，国语叫做士师记，英文叫做 Judges 就是记载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有上帝拣选的一群的人，叫做士师，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因一个百姓伫这段时期当中所经历的、所做的一件代志，这个名称一本册所以叫做士师记来记录当时的一件情形。咱知影以色列这个百姓伫这个前一代
约书亚这个领袖啊，带领下民啊，一直啊到大卫建立这个王国的时，伫这个期间啊，伫这个时期当中啊，在时期曾经来拯救以色列来脱离这当地的迦南人国民族的压迫互因欺负并且将因当作奴才来对待、奴役因。那么这个士师呢，这个希伯来原文叫做 Shoftim， 的中文翻译做士师。那士师这个 Shoftim 伫当时就是审判官的意思。就是咧管理百姓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民政官还是行政官的代志。那咱中国这个圣经和中文的圣经和这个士师伫剑道咧推出来呢，这两字呢士师原来是中国古早时这个叫做周朝真早夏商周这个夏朝、商朝、周朝的时阵，有一个叫做礼记的一款的官叫做秋官。这个秋官是掌握因国当中的律法来掌握这个刑法的代志，有犯罪怎样就刑法并且是国家叫做司法的官，咧管理法律的这个官。但是伫希伯来的文化当中呢，因将上帝就是当作以色列的君王一样，伊将上帝当作是君王，那上帝就借着这个通过这个士师来处理这个百姓人的这个政治的问题，交做百姓当中的争执的问题，甲司法的问题。当做一款的审判官并且伊有迄个军权就带百姓带领百姓出去征战的工作。所以这个士师是当时的一款执政的官，是为刑法审判官的这款的职权。那么士师时代伫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是一段真黑暗，并且是一段这个迷失正道的这个时代。伊所谓的黑暗时代呢，就是什么呢？当时伫约书亚死了后到这个以后的300年当中这段当中是因以色列百姓伫这迦南地这个所在，是一段真黑暗的时期为什么呢？因内面离开上帝了，做了不应该做的代志了，互上帝生气，互上帝无欢喜了。所以圣经安尼记载伊讲约书亚在世的时阵，甲伊死后，有的人看见到耶和华为以色列所做的大代志，下跩场咯，也搁伫咧时阵，也搁在世时阵，在百姓拢侍奉耶和华。所以有一段时期约书亚死了，也搁活着的人有看到上帝的作为的这段跩场落跩百姓，因也搁敬畏侍奉耶和华。那以后呢的世代呢，就无相信上帝，无敬畏上帝，离开正道，离开耶和华了。所以士师记第21章的25节一搭一句话常常出现的，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迄个时以色列当中无有王，无王，国人
任意而为任意就是随便伊爱做啥物就做啥物，就任凭家己想要做啥物就做啥物，歹代离开上帝，做不法的代志。所以，当咱来看这个温习这个历史的时阵以色列历史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因是离开了这个埃及做奴才的所在，上帝带因出来。但是出来到曠野的时阵因在对上帝的无信任，并且常常埋怨所以这代人第一代的人离开埃及的出来这代人因为不信所以因无法通进入迦南地。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呢是经过一个领袖约书亚来带因在百姓几million的人几百万人的人就征服了迦南地，就定居伫内面咯。每一个民族拢有分队、挂队定居，伊就徛咧内面。到第三代的时阵以色列百姓就袂记咧拯救因的耶和华上帝，将耶和华神袂记咧，毋但将伊袂记咧，并且做了一个无应该做的代志，犯罪的代志。所以以色列百姓伫这个时代犯罪得罪了耶和华，有几个这个重复循环的圣经的形容，比如讲这因为犯罪离开了耶和华，神就生气，就兴起了来实施兴起了当时的一个少数民族来攻破，来对付在以色列百姓来刑罚因然后呢，在以色列人就受苦咯，托人外族人来欺负来抢劫将人绑去，将物件抢去并且甲伊落药引甲伊做奴才所以因真痛苦，因就呼求耶和华来拯救。那么耶和华上帝因着伊的怜悯伊就立选一个拯救者，就是咱所讲的士师就是审判官，是领袖，当时的暂时的领袖来拯救在以色列就安尼拯救了这以色列就经过一段平静的日子，和平无有战争的日子咯。但是这平静的日子过一段时间了后怎样呢？因搁再将耶和华上帝袂记咧，搁再去犯罪咯。以色列人就是安尼重复的出现这个循环失败犯罪，外邦人就来攻破因来抢劫因来掳掠因因就痛苦，因就呼求上帝就怜悯来找这个士师来拯救因。后来就平静的日子，经过一段日子了后，因搁再犯罪，离开了上帝上帝搁再因就搁向外邦人搁来侵略因因搁再呼求上帝，上帝搁再找一个士师来拯救，安尼循环重复的失败所以伫以色列的伊的历史当中这段时期是真悲惨的，是真暗淡的一段时期。百姓的行为国家民族交民族因12族彼此的对待无好的对待，实在是一段黑暗的时期，是一段种迷失的时代所以伫这段历史当中常常记录有失败什么讲到以色列人
离开了上帝，离弃了上帝。有7摆讲到，互外邦人落约做奴才；有7摆记录到，因呼求上帝，上帝就拯救因，就差派士师来拯救因。佮有7摆啊，因叛教离道，就是英文叫 apostasy， 就是离开了因的宗教，离开了因的道理，离开了上帝的假使。所以伫这段历史当中啊，有几个形容词还是名词啊，来形容这段的历史。比如什么啊？反叛就是 rebellion 报应就是 retribution 反悔悔改 repentance 抑个恢复佫再恢复restoration， 佫再犯罪 sinning， 佫再落约servitude就是做奴才的时期后来佫再呼求 supplication， 佫再有拯救来救赎因salvation。所以即几个名词常常无停的直直出现，意思就是以色列这个时期实在是真黑暗的时期，犯罪的时期无定性的时期，叛逆就是背叛上帝的时期。所以伫这个时期以色列人敢若真安尼有伊的原因有果就有伊的因是因为安尼才有即款的无好的结果头一项是啥物呢？因无听上帝的吩咐，上帝叫因敢若是因毋去做，无听上帝的吩咐。上帝安尼讲，耶和华你的神带恁进入到迦南的时阵要带恁进入迄个伟业之地对你面前就赶出真侪国民就是什么族哈族人这个吉加瑟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斯人这个利米人亚波斯人总共有7个国民因讲都是真强的，比以色列人更较强大圣经佫讲耶和华神将因交伫恁的手中恁就击杀因迄个时阵，恁就将因灭绝净尽毋通甲因立约，也毋通怜悯因耶和华你的神交托你的这一切的人民你就将因治灭你目睭毋通姑息因你也毋通侍奉因的神，因为即款的的确要诚做你的网罗。因为你要将因留咧，因为你要叫因立约，因为你若叫因通婚恁就诚做即款的网罗，要甲恁以色列百姓甲你掠咧，要害恁。这个真惨咯！为什么神真严的吩咐因知呢？因为以色列的跩行顺若无将跩赶出去。反倒等甲因通婚，反倒等甲因和好的时节反倒等来服侍因的跩假神的时节，这个灾难就更较大会临到以色列百姓，因为因的跩外邦人会敬拜偶像巴力的偶像因是怎样敬拜呢？就是将金baby，甲伊抬死。徛咧柴的顶面，伫祭坛顶甲伊献祭，然后有一款的对上帝的敬拜是安尼，因伫咧敬拜仪式当中乱伦，什么是乱伦家己亲人乱伦叫别人乱来乱性甲要将个同性恋
发生关系，做真侪无应该做犯罪的代志。所以这拢是伫因的敬拜、这偶像的这仪式当中因的宗教仪式当中常常会出现的，就拖规个社会大乱，这民族的大乱，社会大乱，罪恶安尼哈。圣经逐摆出现一句是：恁发生问题是因为干哪只无有赶出，因为你无将因赶出去啊。伊讲有9摆讲到说，因为恁无将因赶出去啊，无将这敌人赶出去并且就成做因的奴才咯。所以真是为什么上帝这严格的叫以色列人将这人赶出去，并且就赶尽杀绝赶尽杀绝？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伊无爱在罪恶来感染着在伊的百姓，无爱在罪恶的时阵应该着叫在罪恶来隔绝啦。因为以色列百姓是上帝所拣选的选民，要将因当作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因的一切行为，因的民族。这个人种还是着纯洁，袂有跩暗淡污秽存在伫因的基因的内面。因对上帝独一的真实有一个真纯正的信仰，跩真理保持着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所以上帝吩咐伊的百姓入去内面要对付跩罪恶，赶尽杀绝。就地灭赶走。第二，因为什么原因咱昨仔讲头一点是因为无听上帝话流落在外族人。第二点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忽略了教示伊的下一代，伊的囝儿，无将因这个信仰的纯正，这个宗教教育信仰的教育无好好教示因下一代所以伊伫到下一代起来时阵，上帝是上毋知影，上帝曾经怎样来拯救因的百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行真侪神力奇事，因也毋知影。所以因也毋知影上帝曾经对这百姓一个律法一个吩咐。摩西，上帝曾经向摩西讲什么伊说：你着将我要讲的话你讲以色列人讲圣经是安尼讲：以色列恁着听耶和华咱的神是独一的主你看，在讲这个世间当中就独一的主无第二个上帝。若是有的其他上帝，拢是偶像，拢是犯罪，在污秽的代志无将人带到上帝面头前。因为神是独一的主你着真心、真性、真力听耶和华你的神我今仔日所吩咐你的话，拢着记伫心中。你看，上帝说，恁着将神的话记伫心内毋通袂记咧。但是因将上帝袂记咧咯。上帝佫讲，伊说也着温群来教训你的囝儿、你的儿女。咱因遮百姓有教的无？有教因的后代无？轻视忽略伊说无论你坐落来，伫厝内，行伫路顶。倒落来，起来倒咧还是起来，拢着谈论的，就是教育因。因有安尼做无？以色列人轻忽了、轻视了这一点教育因下一代，所以以色列人后代毋捌耶和华所以先知这个何西阿捌安尼讲。伊说：我的民是因为无知识而灭亡，无
上帝的知识，毋知影上帝是啥啊，毋知影上帝是公义，毋知影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毋知影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遮个拢毋知影，所以无有知识是指啥物呢？指无有关于上帝的知识，甲上帝的假使。所以咱今仔现在徛伫啥物时代呢？徛是即个注重头壳的知识，无注意到属灵的知识，无关于无注意到真神的知识。所以咱看社会愈来愈黑暗，罪恶愈来愈厉害。咱看现在社会犯罪是愈来愈年轻化。就是真少年就要犯大人的罪咯，人若孤单进入到教会一礼拜一摆，也无迄个生命，无法通抵挡这个社会的引诱，叫这个影响了。所以这是咱现代人应该着注意的。抑佫有做利未人甲祭司无产生因的功效。所以利未人应该着怎样啊？因圣经无将因分队亲像11个支派，每一个支派皆有个人的队，但是这个国度利未人是管理宗教的代志，所以因就被分配，遮人被分配是全国48个城市，甲6个道城，就是人犯罪误犯。杀人的罪，走去一个城市叫做逃亡的逃，走去遐灭咧。那在利未人就被分配到48个城市，叫6个道城，做啥物作用呢？来教导的作用。但是因无无发生，无这个功效所以咱今仔日看去教会的情形，咱有真侪。教会基教、基督教的基教、基督教的即福音基教，有遮教会学堂基督教的遮传道人遮伫思考这个问题。咱现在是毋是对下一代有够额的教导上帝的真理，明白上帝？说落开，因失败的原因是啥物呢？无领袖圣经讲。摩西你要死以前就是选一个人，就是约书亚做领袖来带退真强的这个领袖，带退以色列征战拍赢战，而且分队去分队建设。所以约书亚死了后，说落去经过一段时期，因在百姓无一个。有才情的、有领袖力量的来带领这个整个的民族来带领在以色列人敬畏耶和华上帝。有一句话常常出现伫圣经当中伫这段时期出现伫圣经当中，讲啥物迄个时以色列人无王，无王是啥物无一个领袖国家无法通一日无领袖而且呢，在百姓人各人任意而行，任意就是随便做咯。伊爱做啥物犯罪代志，杀人放火奸淫啥物代志，敬拜偶像交外邦人通婚，遮个代志任意而行。即句话常常咧出现所以抑佫一项，因的失败原因妥协。因向外邦人的宗教，向外邦人的遮婚宴甲因通婚来讨因淡薄益处，物质上的益处来吸引因，然后伫宗教顶面的信仰来妥协，群底因来敬拜偶像犯罪的代志。佫一项真严重的，就是啥物就是离道叛教。离开上帝的道理，离开了上帝的假使，离开了宗教，所以百姓人做了一个
违反神的真理的人，去敬拜偶像，去交外邦人通婚，做无应该做的代志，所以上帝真生气。圣经安尼讲啊，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目睭看为恶的代志，去侍奉巴力。第2章12节，因离弃了这个带因出埃及的耶和华上帝，去敬拜别的神，互耶和华上帝来发怒发生气，离弃耶和华，敬拜巴力，甲这个亚斯他略，就在外邦的神。所以这个种民族，这个世代做这款的代志啊，伊的结果是怎样呢？咱若推约书亚这个领袖所管理的一个时代，交这个无敬畏上帝这个时代的一家迷失的世代做这个比较啊。咱讲啊，这边的是敬畏上帝，这边的是怀无敬畏上帝、离开上帝的人，因的结果是怎样啊？这边的敬畏上帝约书亚，这边的是胜利。你去征战得到胜利，这边的是失败。伫约书亚这个敬畏上帝，这个是以后啊，伫宗教顶面得到自由敬拜上帝，因怎样呢？披人落役，互人做奴才，做别人的奴才。这边的是有信心的，这边是不信；这边是进步的，迄边是退步的；这边是顺服上帝，这边是背逆上帝。这边是祈求来追求这个属灵属天的福气，这边是追求肉体物质上的享受的。这边的敬畏上帝是生活要得到快乐，这边是悲哀的，因为互外邦人外族人来欺负、抢劫、做奴才。这边的敬畏上帝是灵性有力量的心灵的。属灵的力量，这边是衰弱的，衰败的。这边的敬畏上帝，在各民族的彼此合作、团结、合一；这边的是分裂、无同心，彼此分恶争战。这边的是强力、真有能力的领袖，这边的无领袖，袂怪咧。因有这款的结果，乃是因为离开了上帝，伫黑暗的这个世代当中，无祈求神。结论是啥物啊？属灵的教训就是诗篇34篇所讲的啥物？敬畏耶和华，一无所缺。刀口伊的人有福气咯。这是记载伫诗篇第34篇，因时间的缘故，恁可能会踮厝内去温习去读这个诗篇第34篇第几节啊？一共有22节个但是第8甲第9节是安尼讲：恁着试试主恩的滋味，就知影伊是美善的。投靠伊的人是有福咯。第9节，耶和华的圣民啊，恁着敬畏伊，因为敬畏伊耶和华的是一无所缺。感谢主，敬畏神的人一无所缺第10节佫讲说，少壮会使也佫会缺失灵药。但是祈求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拢袂缺，拢无缺少，无缺欠。所以这就是敬畏上帝甲离开上帝的人。所以咱现在的信徒伫这个时代伫教会当中应该着谨慎谨慎来经过。教会当中有的人入去教会，以为伊是真基督徒。有的人诚实是得救了，有生命的一真基督徒。但是教会当中，也是有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什么叫做挂名的基督徒呢？伊出现伫教会有一寡活动，但是伊无内心的生命，只有外表的一寡表现甲活动，无有内心的实质甲生活的见证，的一寡所谓的基督徒。但是伫国家方面呢，也有一寡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也就是挂名的一家基督教的国家，只有外表尔定，无有内面内心的敬畏上帝，可能有的是少数，但是有的因的国家就是因的政策，却毋是基督教的一款的的国家，可能有的毋是基督教国家，因的行为比在所谓的挂名的其他国家搁较，搁较歹因在所谓的在基督教国家，因的行为可能搁较无好罪恶可能搁较大，可能因是搁较无文明，搁较无民主，搁较无因是用一个假民主，所谓的民主来欺骗。欺负别人，食做即款的武器甲手段，所以上帝真惨，难怪在所谓的其他国家，因就行下坡真黑暗、真混乱所以，我若是真实的敬畏耶和华的人，实在有福气了。就是怀国家以耶和华为真神的。会得到上帝福气，所以圣经诗篇33篇第12节讲：以耶和华为神的在国家，迄个国是有福气咯。这个国家若是真正的真国家敬拜耶和华上帝行耶和华上帝的律法的精神就是以上帝为中心，以爱百姓爱人民为立国的精神，那么迄个国度就叫做上帝所喜悦的，是这个国度上帝的确要祝福的。所以兄弟姊妹，咱现今这个世代是黑暗的世代，是痛苦的一个世代。真侪人抑搁伫病情当中有的国家的经济愈来愈行下坡，有的在百姓的病愈来愈做愈严重咱看有的一日内面有200-300千的人就染着病了，无够药人头因签所以咱看现在是痛苦的时节，是黑暗的时期。伫这个世界当中咱属神的行离，咱的责任是啥物呢？愿上帝圣灵光照咱的心，互咱真真正正伫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为主发光，为主发光做盐的这个功效，来荣耀上帝，带失丧的人来归向主。咱三合阿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这就今仔的信息，搁再提醒阮，着警醒伫黑暗的世代。阮属于你的今年，应该怎样当来为主发光做盐，来影响怀无信主的人归向你。主啊，求你互阮伫这黑暗的时代，袂因为妥协这个真理来交在不信的，交在离开上帝的人来做一个妥协，伫罪恶当中的人来做一个妥协，以致有的人就行入到上帝所无欢喜的行为，甲生活当中，求主你保守你的正行离，并且来保守怀伫病痛当中的人，求主你亲自医治，也安慰怀伤心的人，伫怀缺欠的人，求主你保助，求主供应，我让你交托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